係。今日呢個話題咧係規律同藝術嘅關係。規律係代表約束、重複，係理性嘅。藝術咧係代表自由、創造，係感性嘅喎。兩者好似互不相干咁啊！但係唔係嘅喎，原來嗱，我用4個角度去探討下。第一，藝術咧係需要規律去形成嘅。點解咁講咧？一位偉大嘅藝術家咧，如果要達到自由創作嘅境界，一定要千錘百煉啦。即係對呢個技巧要掌握得好好啦。例如畫家佢一定要好熟悉呢個構圖同埋呢個素描要掌握得好好嘅噃，即係練好多先得啦，係咪啊？舞蹈家咧，對於呢個身體嘅控制係非常之重要啊！咁你真係不停要練啦，音樂家唔使講啦，要練音階啦，同埋呢個樂理啦。樂理都分好多種啊，有古典啊，有爵士啊，有流行嘅喎。咁你話佢每樣嘢都有佢嘅語言嘅。咁呢啲咁樣嘅，你練嗰陣時候咪要即係就好似打功夫咁，佢有百學良次咁有名啦，每個動作都咁，呢個係佢嘅語言咯。好啦，第二，規律咧賦予藝術嘅深度啊，因為你好集中注意力去練一樣嘢嘅時候咧，你練到某個程度咧，你會發覺，咦，揮灑自如喎，開始即係咁呢，就達到你嘅想要嘅深度。第三，規律咧同藝術嘅張力，點先有張力咧？藝術家通常咧，佢練到某個境界嘅時候咧，本身都已經達到有創意但係佢有一種反叛嘅感覺喎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練到咁上下嘅時候，佢想有自己嘅風格啊嘛。咁你揾自己嘅風格，呢個係最難嘅噃。即係要突破傳統啦。即係話你一路落嚟練咗咁多嘢嘅時候咧，你想將佢突破，咁先有你自己個人嘅風格噶嘛。即係功夫都有陳家，有吳家，即係太極啊。即係咁呢個咪張力咯。呢度達到要有另外一個境界嘅咯喎。好啦，第四，東方同西方有咩分別咧？即係呢個觀點有咩差異咧？首先東方即係我哋係通常都係國畫啦、書法啦，同埋茶道啦。就其實咧都係着重呢個修道即係每日去修練佢嘅。但係西方就比較着重呢個人嘅表達同埋創意。雖然係咁樣，但係佢都以呢個規律作為背後嘅支撐力量啊。因為你唔練，你根本就達唔到呢個即係你所需要嘅境界。咁所以即係話兩樣嘢咧係相輔相成嘅。即係左腦右腦即係你雖然係即係兩樣唔同嘅嘢，一個係感性，一個係呢個
理性嘅嚇。咁但係你能夠將佢互補咧，係最好嘅。係，今日呢個話題咧係規律同藝術嘅關係。規律係代表約束、重複，係理性嘅。藝術咧係代表自由、創造，係感性嘅喎嚇。兩者好似互不相干咁啊！但係唔係嘅喎，原來嚇嗱，我用4個角度去探討嚇。第一，藝術咧係需要規律去形成嘅。點解咁講咧？一位偉大嘅藝術家咧，如果要達到自由創作嘅境界，一定要千錘百煉啦嚇。即係對呢個技巧要掌握得好好啦。例如畫家嚇，佢一定要好熟悉呢個構圖啊，同埋呢個素描啊嚇，要掌握得好好嘅噃，即係練好多先得啦，係咪啊？舞蹈家咧，喂，對於呢個身體嘅控制啊，係非常之重要啊嚇。咁你真係不停要練啦，係音樂家唔使講啦，要練音階啦，同埋呢個樂理啦。樂理都分好多種啊，有古典啊，有爵士啊，有流行嘅喎嚇。咁你話佢每樣嘢都有佢嘅語言嘅。咁呢啲咁樣嘅，你練嗰陣時候可以話嚇，即係就好似打功夫咁，佢有百學良次咁有名啦嚇，每個動作都咁，呢個係佢嘅語言咯嚇。好啦，第二，規律咧賦予藝術嘅深度啊，因為你好集中注意力去練一樣嘢嘅時候咧，你練到某個程度咧，你會發覺，咦，揮灑自如喎，開始嚇。即係咁呢，就達到你嘅想要嘅深度。第三，規律咧同藝術嘅張力，點先有張力咧？藝術家通常咧，佢練到某個境界嘅時候咧，本身都已經達到有創意但係佢有一種反叛嘅感覺喎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練到咁上下嗰陣時，佢想有自己嘅風格啊嘛。咁你揾自己嘅風格，呢個係最難嘅噃。即係要突破傳統啦。即係話你一路落嚟練咗咁多嘢嘅時候咧，你想將佢突破，咁先有你自己個人嘅風格噶嘛。即係功夫都有陳家，有吳家，即係太極啊。即係咁呢個咪張力咯。呢度達到要有另外一個境界嘅咯喎。好啦，第四，東方同西方有咩分別咧？嘅即係呢個觀點啊，有咩差異咧？嗱，首先東方即係我哋係通常都係國畫啦、書法啦，同埋茶道啦，就其實咧都係着重呢個修道啊，即係每日去修練佢嘅。但係西方就比較着重呢個人嘅表達同埋創意。雖然係咁做，但係佢都以呢個規律作為背後嘅支撐力量啊。因為你即係你唔練，你根本就達唔到呢個即係你所需要嘅境界。咁所以即係話
兩樣嘢咧係相輔相成嘅，即係左腦右腦啊，即係你雖然係即係兩樣唔同嘅嘢，一個係感性，一個係呢個理性嘅嚇，但係你能夠將佢互補咧係最好嘅。